啥东西在不在？那个票第5场也在。算一个礼拜就去洗，我也是一个礼拜就洗。这屁股还挺坑，这屁还挺坑，这个。医院你不因为我去看，50块的推荐没了，50块上次有出车祸。哦，买呀买呀，把人家撞了。我有新的那个了，你知道吗？不会，我都穿这么薄了。你咋又进去了？我要拿一下那个。放着好的。会冷吗？哎，你背着你的小包包好不好？ OK 啊。